江夜，你弟弟患了重病，需要亲兄弟的骨髓，你赶紧把字签了，下午就做手术。江夜，你干什么？这是你妈！纠正一下，是后妈，是你江天华发达之后赶走我妈娶的小三。你这个小畜生，你妈呀！天华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小崽子现在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了。你看呐！江夜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当初把你跟你妈赶出家门，果然是没错。行了，别废话了。想让老子捐骨髓救你儿子，做梦！立刻从我家滚出去！滚！狗东西，你还端上了！你一个穷小子，如果不是和我儿子有血缘关系，你有资格跟我说得上话？我告诉你，江野，你能有和我儿子一样的血统，能为他移植骨髓，那是你的荣幸。行了，江夜，现在不是你胡闹的时候。你弟弟现在人还在医院里躺着呢。你要是还认我是你爸，现在立刻跟我走。爸，15年之间都没有任何的联系，一出现让我捐骨髓救你儿子的爸，这是什么态度你？我可是你！15年前，我出车祸的时候，在医院昏迷3天3夜的时候，你在哪呢？10年前，我妈生病住院的时候，没钱我去卖血的时候，你又在哪呢？5年前，我妈去世的时候，你又在干什么？你在给这个小三过生日。如今这个小三的儿子生病了，你他妈想起我是你儿子了，让我给他的儿子捐骨髓。你这有人配当我父亲吗？你有什么资格的？你个狗东西，放开！小畜生，我们给你脸了是吧？你真以为你一个住在这种破烂地方的穷小子，有资格拒绝我们？江夜，你真的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吗？恭喜宿主激活真少爷无敌系统。系统发布新手任务，请宿主维持真少爷的人设，暴打后妈小三，完成可获得丰厚奖励。这就对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讲？现在就跟我们回去，完事儿我还可以给你5000块，你还能去买营养品，别跟你的犯贱的妈一样死脑筋。你他妈说我妈什么？你再说一句。我说你妈犯贱死脑筋，你和她一样。5000块多1分我也不会给你，别不是操！这是你个野种，居然敢打我！我要你死！滚！江夜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这话应该我来问你吧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你们这叫做私闯民宅，迟到。老子要是报警的话，你说你堂堂一个江氏集团的总裁，明天会不会上热搜？好，这个都是你自找的，咱们走着瞧。走。我不走，老公，他打我！我不走，江建华，你为什么拉我走？为什么不弄死那个小畜生？燕儿，那小子说的没错呀。你想想，咱们什么身份？真要报了警，这事儿可就大了。再说，咱们不是还等着他捐骨髓给小程呢吗？但看他刚才那样子，他会捐骨髓？捐不捐，
这事儿就由不得他了。吴秘书，你现在代表我去龙腾集团一趟，跟他们总经理沟通一下，把有个叫江烨的给我开了，而且永久封杀。给脸不要脸的小东西，真他妈以为自己翅膀硬了，跟我叫板。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知道，碾死你！不过他妈老子一句话。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，获得1次抽奖机会，并发布持续任务。宿主每次打击江天华一家，都可以获得1次抽奖机会。抽奖？什么抽奖啊？奖品丰厚，包括豪车、豪宅、公司股份、神级技能等等。这么好？抽奖！恭喜宿主获得龙腾集团100%股份。龙腾集团，那不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公司市值价值8000万吗？奖励已发布，所有收购流程合理合法，请宿主放心。没想到啊，竟然是真的！李烨，没想到吧？刚才还想用5000块钱收买我，转眼间老子就获得了价值8000万的龙腾集团。温馨提示：江天华名下集团价值100亿，李艳更有魔都大家族背景，请宿主小心应对。我知道了，系统。在江天华和李艳的面前，现在的我确实还太弱小了。不过我有信心，以龙腾集团为基础，在整个魔都，甚至整个大西亚，创造出我的商业帝国。到时候，我一定会把你江天华的公司鲸吞。我会让你们从首富沦为乞丐，让你们跪在我母亲的墓前，磕头认错。我帮帮他，怎么还不来？那小野种的骨髓弄到没有？弄到没有？那个陈哥，我刚才打听到了，那个剑种他没来，他好像还把你妈给打了。什么？江少，冷静。我说那个剑种他没来，好像还把你妈给打了。怎么回事？说，一个小野种，他怎么干的？这我也不知道呀。我刚才来的时候，就看见阿姨在厕所补妆，她应该是怕你担心。我出500万，你去把那个小野种一条胳膊给我卸下来。程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说到做到。好，程哥，你等着吧，我现在就带着兄弟去躲他，就等我好消息。小野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你怎么不去死？方医生，我是怎么回事啊？应该是并发症，情况很严重，得尽快手术啊！妈，我好疼，我要那小子死，他死了，骨髓就归我了。儿子，别慌啊！你爸已经封杀那个小贱种了，他很快就会走投无路，只能乖乖交出骨髓。没事，没事，儿子。肖总，江总的意思我已经传达到了。您看您这边……哎呀，好说好说，江总的面子我能不给吗？这样，我亲自操作，把这个江烨开除。这个江烨我知道，挺好一小伙子的。哎，
可惜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你没听吴辉说呀？整个魔都都封杀了，江夜完了。怎么了，肖总？系统出错，我没有开除权限，我没有开除权限。肖总，你没在这开玩笑吧？你可是总经理，一个小职员你开不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应该是系统出错，还不快去排查？哎，要不这样，吴秘书，你先回去跟江总复命，我这里一定调查清楚。也好，江总对这件事非常重视，这个人必须全行业封杀，一定，有劳。江天华不会无缘无故针对一个职员，你们尽快查清楚他的底细。肖总，刚刚技术部排查过了，系统没有问题。你说什么？没出错？这怎么可能？喂？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董事长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别叫我董事长了，咱们龙腾集团已经被人全资收购，新董事长就在来的路上，大家准备欢迎吧。这不可能啊！咱们公司估值8000万，不声不响就收购了？这是什么通天背景？那还用问？肯定是哪个权贵公子哥搞的，换别人干不出这种事儿。我已经让人调查了，一会儿就知道是谁了。江夜？什么？江夜？就是江天华要您开除的那个？天哪，不会吧？狗屎的江天华敢坑老子，老子跟你势不两立！啊，快，所有人准备好，新董事长就在上班的路上，大家快下去欢迎！哎呀，这大早上的堵车太严重了，差点迟到了。不对呀，我都董事长了，我还怕迟到？哼！哎呀，站住！就你他妈叫江夜呀？你摊上事儿了，知不知道？你摊上事儿了，知不知道？原来这所谓的豪门大少就这点手段了，是不是太 low 了？陈哥，这小子好嚣张啊！陈哥，别跟这小子废话，打一顿，咱们回去跟成哥交差。闭嘴！小子，这都是出来混的啊！哎呀，我呀也不想把事情给闹大。这样吧，你呢就跪下给我磕头道个歉，我录个视频回去好交差，就让你滚，怎么样？啊？你确定要这样跟我说话？哎呀，你他妈真能装逼呀！他妈的，狗东西，给我打死他！是。我劝你们一句啊，最好不要在这里动手，因为这是我的地盘。你的地盘？哎呀，你小子真他妈能装啊！你以为我没调查过你的背景啊？你不过就是龙腾集团的一个小职员而已。顺便告诉你啊，江少的爸妈已经把你给开除了，你现在啊就是一条丧家之犬啊！开除？就凭他们也配？真他妈能装啊！来，给我打！给我往冒烟打！我看谁敢动他！我看谁敢动他！哎呀，肖哥，您怎么来了？你看，你是？我是江城少爷的朋友，我叫陈晨，咱们之前见过。就你个狗腿子，也配跟我攀感情？不是的，肖总，是，
是这小子，他打着你们公司的名号在外面搞事情，我来帮你们教训他一下。哈哈，江夜，你不是说这是你的地盘吗？现在肖总来了，你敢不敢当他的面再说一遍啊？不是，肖总，这欢迎董事长视察集团。欢迎董事长视察集团。哥，他是董事长，他是董事长，这不可能啊！行了，懒得跟你们废话。召集所有人去会议室开会。至于他们，打，给我往冒烟了打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儿子，爸，他怎么还不过来求饶啊？我的骨髓！你确定萧景答应了吗？江总，龙腾集团不敢违背我们的，除非有其他势力介入。哎呀，还能有什么其他势力介入？那就是个村姑的儿子，流的血都是脏的。再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明白。董事长，喝茶。肖总，江总的电话。肖总啊，是我。这开除一个小小的职员，需要用这么久吗？想怎么说怎么说，不用管我。江天华，你个傻逼！我操你妈！哎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啊，粗鲁了。董事长见笑了，我早就想这么骂了。您说那江天华有您这么优秀的儿子，倒一心维护那个小三儿跟贱种，这不是傻逼是什么？我操！萧景，你他妈找死啊你！老公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姓肖的疯了，这小程的骨髓怎么办呢？真真应该能吓着他，真真应该能吓着他。对。喂，晨晨，怎么样？那小子知道怕了没有？哎呀，成哥，他怕不怕？我不知道，我是怕了。他都给我揍成猪头了，都快！你快来捞我呀！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居然敢打你们！不对，你们这么多人，打不过他一个。哪是一个人呢？他是一群人。谁允许你擅自通话的？喂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儿子！妈，我要那小贱种死！我要他的骨髓！好，妈去杀，妈一定会想办法的。够了！我儿子情况怎么会这么严重啊？对不起，江总，江少的情况超出我们的预料，我们医院资源有限，建议您转院，看看有没有其他适配的骨髓，尽早手术，不然……妈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没事，妈在这儿呢。啊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我儿子没救了是吗？转院就转院，今天就转！废物！联系魔都善方私人医院的王院长。是。对，善方医院的医生都是魔都第一，他们一定有办法救我儿子。江总，以上这些就是我们部门对这个季度的总结报告。行，都辛苦了。恭喜宿主刺激江天华一家获得3次抽奖机会。今天会议就到这儿，散会。系统，抽奖。恭喜宿主抽的神级功夫华腾别墅区别墅一套，以及魔都善方私人医院大股东身份。魔都善方。江少，您找我？魔都善方医院有了解吗？知道，那是魔都最好的医院，市值100亿，而且
听说里面的医生都是国际知名医生，资源库也非常充足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善丰医院有大量的骨髓捐赠者？对。备车去善丰。是。云川啊，这次顺利转院，多亏了你，这区薄礼，不成敬意。哎呀，嫂子，老姜你客气啥呀？快坐。哎呀，嫂子你言重了，老姜跟我是老同学了啊，他今天有事求我帮忙，我这个当院长的能不帮忙吗？对不对？哎呀，这样，我现在呢就安排人把小程接过来，先做一次全面的检查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稍等一下啊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我这就过来。老王，这是？哎呀，我们医院来了一条过江龙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搞的，竟然不声不响的成了我们医院的董事长。现在啊，正在召集全员开会呢。什么？云川，你说笑呢？这你们医院估值都过100亿了吧？能成为你们的董事长，那得是什么身价呀？哎呀，所以才怠慢不得呀。我估计啊，很可能是京城来的大人物。不说了啊，我现在就得过去啊，怠慢了啊，你们坐啊，你们坐。哎，别太冒昧呀。这样，咱们现在就带儿子转院，到那之后装作是偶遇，想办法搭上这条线。哎呦，好主意呀，就这么办。老公，这可是京城的大人物啊，这下儿子转院也成。还能攀上这样的大人物，咱们家呀就要飞黄腾达了。这么年轻，这得是哪位京城贵少吧？这贵宾私人病房不是需要预约吗？怎么给出去了呀？啊，蒋董，是这样，是老姜啊，不是姜天华董事长要的。我想着呢，咱们医院还有很多病房在空着，所以呢，我就……谁允许你私自把这个病房给江城了呢？蒋导是这样，这个姜天华呀，在魔都非常的有实力，我想着卖他个人情，万一哪一天姜董您要遇到什么麻烦呢，咱们可以去找这个姜天华。我找他？可能你还不清楚，15年前。他就把我和我母亲抛弃了。啊！您是姜天华的，这……我的天哪！姜天华，你都干了些什么呀？记住了，哪怕贵宾病房全部空着，或者给那些没钱的普通人，也绝不招待他姜天华。现在打电话告诉他转院取消了，我们善丰私人医院不接待他江城。好，是。姜天华电话，接。喂，老王，我们快到了，你出来接我们吧。喂，挂了。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你就去吧，记得把事情说清楚。爸妈，听说这善丰私人医院里的都是名医啊。对，小常，等进了善丰，就什么都不用怕了。你这身子呀，一定能好起来。好，等我好了一些，我要亲自带人去废了那个江爷，逼他把骨髓捐给我。好，妈都依你啊。老公，你不会心疼那个小畜生吧？怎么会呀？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多少有些蹊跷。哼，能有什么蹊跷？一个乡下的小畜生而已。云川来了。云川，这就是我儿子，以后就拜托你了啊。王叔叔，我听说你们医院最厉害了，可一定要治好我呀！江夜，你以为拒绝捐骨髓就能害死我？我爸的人脉是你不能想象的。
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老姜啊，不，江天华先生，关于江城转院的事情，不符合我院的流程，我们呢接受不了。姓王的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江城转院的事情我们接受不了，不光现在接受不了，以后也接受不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刚刚我们还聊得好好的，转眼你就变卦，你故意耍我们是不是？你有没有同情心呀？我他妈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不愿意接受我入院？我会死的！关我什么事情？王云川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！不接收江城是我们董事长的命令。去，把你们董事长给我叫来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哪条过江龙，非要强压我江某一头啊！没错，我们江家可不是好欺负的，让他出来，我就不信了。看看他，听说你在找我？你是善芳私人医院的董事长，一个100亿私人医院的董事长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开玩笑的吗？啊？怎么，很惊讶？别着急，这才哪大哪呀？没想到你竟然……这反倒还好办了。既然你是董事长，去把你医院的资源全部调集过来，赶紧给你弟弟治疗。对，江烨，既然你是院长，就赶紧担起责任来。你弟的治疗不能再耽搁了。哎呀，江天华、李烨，你们还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。我今天啊，把话还就放这儿了。任何病人都可以转到我善芳私人医院来，唯独他不行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这是我的医院，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轮得到你在这儿逼逼？没错，我们这是私人医院，江董才是主人，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的？再说了，这都怪你，你为什么要抛弃妻子啊你？什么人呢？抛妻弃子还有脸了？真是不要脸了！哎，我说你们江天华，老子今天把话撂这儿了。不仅他，我们不接待，你江天华和这小三李烨，都别想再踏足老子医院半步。听懂了，就滚！你这个小畜生，你也太嚣张了吧你！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野种也敢！够了！妈，你凶我妈干嘛呀你？都还不嫌丢人吗？走！不送。江烨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会让你知道忤逆我的下场。好啊，我拭目以待。老公，有没有搞错呀？那江烨怎么可能是100亿公司的董事长？就是，他凭什么？都沉住气，我已经让吴秘书去查了，相信马上就会有结果。江总，查到了，江烨少爷的名下根本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的。那是怎样？是不是他作假？我就知道这个小子怎么可能会真有那能耐？好啊，原来都是他假装的！他妈的狗东西，我们都被他给骗了！我的意思是，他除了是善芳医院的董事长之外，还是龙腾集团的董事长，甚至名下还有一套价值8000万的别墅啊！说什么？江总，这都是核查的资料。怎么可能啊！这家伙，哦，我知道了，
难怪昨天我让晨晨他们去废掉他一只手，反倒被他给收拾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！你还找人去废掉江夜的一只手？爸，我只是气不过他打了我妈。再说了，逼他捐骨髓，那不得来硬的吗？我说你他妈，你呀，儿子没做错，你别吓着他啊！你呀，就这么惯着，把早晚给他惯坏了。这两个少爷差距也太大了。老公，你扯这些干什么呀？现在当务之急是小程该怎么办呢？对呀，爸，我不想死，我还想好好活着，孝顺您跟我妈呀。掌握着医疗资源的柳家，只要我们能攀上这条线儿，你那病根本就不算个事儿。话是没错，可咱们家也搭不上柳家呀。哼，我们是不行，但是小程，柳家的大小姐跟你年龄相仿，现在正好到了该相亲的年纪，你懂爸的意思吗？哎，这据说柳家大小姐可是魔都第一大美女哈！爸，我懂了，你对我可真好。你放心啊，凭我的手段拿下一个小妮子，还不是手到擒来吗？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这别墅还不错嘛。哎呀！恭喜宿主成功打击渣男一家，获得3次抽奖机会。行，那就抽奖吧。恭喜宿主抽的特殊道具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。千里姻缘一线牵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人海茫茫，姻缘难寻，千里姻缘一线牵可以将宿主的姻缘巧合地引到您面前。当然您放心，绝对是高质美女哟。啊，哈哈，就是能偶遇美女是吧？行，用了。这也没有什么用啊。宿主放心，您的姻缘已经在赶来的路上。赶来的路上，你当是送外卖呢？行了，继续抽吧。恭喜宿主获得保时捷911。恭喜宿主获得未来魔都1个月的投资走势图。魔都未来的走势图，这保时捷就算了，这未来魔都的走势图，这可是逆天的东西啊！要是这样，那我岂不有了预卜先知的能力？搞倒他江天华的公司，岂不是分分钟钟的事情？你他妈丧着一张脸干嘛？老子还没死呢！哎呀，成哥，那事情都办好了。江少，您现在需要静养。哎，你他妈闭嘴！晨晨，我已经给你3天时间了，怎么还没加上柳小姐的微信呀？你应该知道，这一次的事件到底有多么的重要。要是敢出一点差错的话，成哥，你放心，错不了的。我选择了一个能让女人最感动的一个方案。这柳小姐她再高冷，她也是女人不是？她今天一准来看你，哈哈。哎，好。还有你，记住，一定要把我弄得虚弱一点，一定要激起那个女人的同情心。哼，江夜呀江夜，就算你再有能耐，又能如何呢？等老子抱得美人归，人财双收，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？搞什么鬼啊？怎么回事？好了，这不就……嚯！
那不是晨晨吗？这刚出狱，搞什么鬼呢？哇，刘总，是刘总出来了。这柳家大小姐啊，是星春集团的女总裁，这身价100亿，还长得这么漂亮，这要是我能够娶了，哎呀，哎呀，想什么呢？这是我成哥的女儿。柳小姐，你好。你是？哦，那个我是江城少爷的朋友，我叫晨晨。江城少爷知道您今天过生日，特地让我给您送个生日礼物。您看。江城，江天华的儿子。哎，对。我和他不熟，好端端的，为什么送我礼物？是这样的，柳小姐，我们程少爷啊，他命不久矣，身患绝症了。但是啊，他还目的已久，就是希望能在身后默默的守护着你，只要您快乐就可以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不知道您能不能跟我去医院看他一眼，哪怕跟他说几句安慰的话也行啊。这真是个痴情少爷呀！是啊，这太可怜了。我要是柳小姐，我肯定去医院。他病不病和我有关系啊？我又不是他的谁，我为什么要去见他？这不对呀，这都不动容，这也太冰山了吧！要是没什么别的事的话，就滚吧。哦，还有，把车拉走，在这爱一笔。不是这，笑死我了！这个时候江城搞笑呢吧？就是追谁不好，偏偏追刘总这个冰山女神，那可是天上的仙子下凡。我赌10万，这世上啊就没有人能让刘总动心。还不滚？好，我滚，我滚。哎，陈哥，对不起了，这刘子渊这种女神，她不可能喜欢上凡人的。这女孩还挺有个性的。戏看完了，走吧。江夜哥哥，是你吗？江夜，你是？江夜哥哥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紫渊啊。紫渊？哦，你是小时候跟我一起长大的邻居是吧？嗯，是我。江夜哥哥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这么久不见了，你还好吗？我可以请你吃饭吗？我的妈呀！我看到了什么？刘总，高冷如仙子的刘总在请男人吃饭。江夜哥哥，我是不是太冒昧了？还是你有女朋友了？不可能啊！这还是刘总啊！我没有女朋友，吃饭倒是可以，不过我请你，上车吧。你过来！哥疼！你给我滚蛋！这他妈也不是梦啊！这他妈要出大事了呀！喂，晨晨，你搞什么鬼？刘子渊呢？怎么到现在都没来？哎呀，陈哥，我接下来说的事儿，您千万别激动啊！少废话，说。江少爷，您女神
他跟着江夜走了。你他妈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什么叫跟江夜走了？这事儿怎么能跟江夜扯上关系呢？这我也不知道啊，这江夜突然又出现了，一露脸，这刘子渊就主动心甘情愿跟他上车了。我知道了，他是不是送什么礼物了？是什么？快告诉我！礼物？没送什么礼物啊，而且是刘子渊主动约的江夜。江少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我他妈花了那么多钱，别说手，我心都夹不上。这个江夜什么都没干，刘子夜居然主动约他吃饭，凭什么？他凭什么？江夜哥哥，这么久不见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江夜，我杀了你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小程，江总，事情大概弄清楚了。废物，他简直是个废物！让他去追个女孩，竟然弄成这样！就这样一个废物，居然还他妈是我儿子！听说你在找我？长相、学习、气度、头脑、城府等等等等，他他妈哪一样能比上江夜？早知道如此，我真他妈不如认江夜这个儿子。老公，你说什么？那就是个小畜生！你忘了他怎么羞辱你的吗？唉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啊！方医生，怎么样？我儿子他没事吧？现在是脱离危险了，但是如果江城少爷还是没有找到适配的骨髓，后期可能很严重。不行，小城就是我的天，如果他出事，我也就没活下去的必要。给我用最好的药，一定救小城！江太太，你冷静点，我一定尽力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没有适配的骨髓啊。樊医生，吴秘书，你们先下去吧。老公，小城才是你亲手养大的儿子，将来是要给你养老送终的，你可千万别糊涂啊！那要咱们再去求江夜一次吗？上一次咱们以为他是个穷鬼，姿态放那么高，现在他更不会答应了。求他，这次我要让他来求我们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公，杀了那小畜生吧！江夜哥哥，今天真开心，我们以后经常聚一聚好吗？好啊，只要你有时间，我们就去吃饭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傻丫头，江夜哥哥，别这样，我长大了。
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我死都不会告诉你的。报警。没事吧？行了，别跟这种人计较，持械伤人，最少进去得判个3、5年。江燕哥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查清楚是谁干的。我用脚后跟都能想到是江天华和李烨。真的吗？他们疯了！现在可是法治社会。这个据我所知呢，这个江天华最近这些年生意做得这么大，背后完全是在李家的帮衬下。李家之前是混黑道的，这些年才洗白，可能也培养了不少的死士。这次派人过来呢，可能就想给个警告。那怎么办？江夜哥哥，要不然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吧，我来保护你。啊？不是我说，江夜哥哥，我们小区安保还挺好的。行了，别担心我了，我这身手你也看到了。再说了，我们家小区的安保也不差。江夜哥哥，你别忽悠我了，我知道你早就被江天华他们赶出来了，现在住的地方。欢迎江少回家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江夜哥哥，你居然住在华腾别墅区，这可是均价几千万的别墅区啊！少来，这房子你们要买也买得起啊。不一样的，江夜哥哥，你是白手起家，和我们家不一样的。果然，江夜哥哥就是江夜哥哥，不管什么事情都是你能做到的。行了行了，那个你也看到了啊，我的人身安全呢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还有，我们小区的安保呢，那可不是纸糊的。话虽如此，但江夜哥哥你还是要小心点，他们那一家已经丧心病狂了，说不定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好，知道了。江夜哥哥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有关江天华的资料，也许能帮上你。谢谢啊，麻烦了。能帮上江夜哥哥就好。那我先去洗澡了。啊？江夜哥哥，我是出了一身汗，想洗个澡。你想哪儿去了？那个浴室在那边。那你洗澡的话，你换洗的衣服，一会儿会有人送过来的。江夜哥哥大色狼，这小丫头片子。原来江天华要接触一位地下大佬去聊骨髓移植的事情，看来是狗急跳墙了呀。系统还有几次抽奖的机会？宿主持续打击江天华一家，令江城吐血昏迷，进入重症监护室，触发双倍奖励，目前剩余6次抽奖。行，都抽了。恭喜宿主获得海景别墅1套、明朝青花瓷1套、高级商贸技巧、高级滑雪技巧、高级象棋技巧、凯撒大酒店全资股份。凯撒大酒店全资股份，这不巧了吗？正好江天华约那位地下大佬在这家酒店见面，那岂不？Oh baby。江夜哥哥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还真是女大18变啊，越变越漂亮了。人家哪有？喂，爸，没什么。行，知道了。
对不起啊，江夜哥哥，我爸管太宽了，派女秘书接我回家，今晚可能不能陪你了。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？应该的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叔叔担心你也很正常。那你回去吧。那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江夜哥哥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去吧。他不换衣服就这么走了？那是我衣服呀。我明白了，李艳是想救儿子，而江天华是想救他的企业。自己的公司遇到了瓶颈，原来是想巴结这位海归的地下大人物呀。放心吧，江天华，老子不光是让江城，还是你的前程，都不会这么如愿的。喂，婉瑜，帮我联系一下凯撒大酒店。老公，你确定那位大佬能弄来国外的脊髓吧？这小程可还在重症监护室里躺着呢。那是当然，你知道这个机会我是求了多久才求来的吗？这个大人物呀，手眼通天呐，只要他肯发句话，不光小程能得救，就咱们家最近遇到这点难关，根本就不算个事儿。哎呦，真的太好了，那太好了！你呀，就放心吧，接下来一切听我的安排。小程不光能得救，咱们江家还将腾飞。走走。江天华，你说错了，今天不是你江家腾飞的开始，而是你江家毁灭的开始。陶爷，我们都知道您最喜欢西餐，这个凯撒酒店是我们魔都最好的西餐厅，我相信一定能合您的口味啊！来来来，坐，陶爷，坐坐。我行，算有点诚意，上菜吧。是是是。陶爷，我知道您最喜欢吃鸭，这个酒店的八宝鸭，嘿，那叫一个绝呀！保证您吃了这次，永远都忘不掉啊！是啊，陶爷，这家酒店呀可难预定了。为了您，我们特意提前好几个礼拜预定的，只希望您能满意呀。还挺上道。妥了。陶爷，这个酒店的生意它实在是太火爆了。你看，我再吹吹，我再吹吹。他妈的，这凯撒酒店的服务生都死了吗？陶爷，您看看这个，这是我专门从欧洲买来的红酒啊。我们知道您一直在欧洲生活，喝不惯咱这儿的酒，这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呀。您尝尝，来来，尝尝尝尝。嗯，你有心了。江天华，你请我过来，就是让我干坐着。不是陶爷，我估摸着吃这个服务器它坏了，我现在就喊服务生过来，现在就去啊！
你们是怎么做服务的？恩领你们听不到是吧？我这招待重要的客人，要是得罪了你们，负责得起吗？你们？我们董事长说了，凯撒酒店不接待江天华，现在请你们滚出去。江天华，你连个让人安心吃饭的地方都找不到吗？还要被人赶出去？陶爷，您别生气，我们马上处理，马上处理啊！你敢让我滚？我来这儿吃饭可是交了定金的。你们凯撒酒店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是吧？你们凯撒酒店好大的威风，不招待我老公，你也打听打听，整个魔都哪家店面不招待我老公？不招待就是不招待，滚！好，行，去，把你们董事长给我叫来。什么东西他算个啊？这算什么事儿？这算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们算什么东西呀？也配让老子招待你们？你们配吗？怎么是你呀？啊？怎么哪儿都有你？江爷，你平时怎么闹就算了，今天这个场合你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来。去，现在赶紧走。你让老子走啊？这家酒店都是老子的，你确定让老子走？你的酒店？不可能，这可是凯撒酒店，魔都最好的5星级酒店之一。对了，忘了，怎么把这一对狗男女怎么放进来了呢？去，公司楼下的门面上写上，禁止这对狗男女与狗入内。啊，是董事长。这小子有点意思。老子的话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就滚！这怎么可能？你到底还有多少资产是我所不知道的？江夜，你这个狗东西，你藏得好深呢！我真后悔当初没有把你和你妈给弄死。嘴巴给老子放干净点儿！行了，别闹了，你想害死小程吗？小叶，爸爸知道你恨我，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对爸爸来说特别重要，它甚至关乎你弟弟的性命。就算爸爸求你了，行吗？别再胡闹了，行吗？哼哼，有意思。堂堂百亿集团的董事长，今天却要低三下四的求自己的儿子江天华，你不觉得耻辱吗？原来如此啊，确实挺重要的。你现在想明白了就行，快，现在剩菜还来得及。我想你是误会了。既然这样，老子更要给你们这对狗男女和你儿子知道了。老子要让你们这辈子万劫不复。狗东西，你胡扯什么呢你别给脸不要脸你！我行了。小叶，咱别开玩笑了，行吗？爸爸都求你到这个地步了，怎么还……当年我妈也是这么求你的，你忘了吗？离婚吧！今天就去民政局，房子和财产归我，你跟这个拖油瓶立刻给我滚蛋！天华，我求求你，你别这样，小叶还这么小。你这样让他怎么活呀？他妈关我个屁事儿啊！李翠芳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有新的家了，以后别在我眼前晃悠。我们家李燕说了，她不想再看到你，明白吗？天华，你再想想吧，我求求你了，滚！妈妈。那一天，我在我妈的身上学会了一个词儿，叫做绝望。你觉得你们这对狗男女对我妈所造成的伤害，事到如今，求饶，卖惨，老子就会原谅你们吗？呸！做梦！江夜，
你还蹬鼻子上脸了？行，那我们就不谈什么亲情，在商言商。我们家可是预付了定金，结果你转眼就让我们滚，连最基本的诚信都没有，真不知道你有没有家教。家教？你跟我谈家教？你的家教就是把你变成别人的小三，破坏别人的家庭吧？啊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，你说得出这种话？要是给你颁个奖的话，这金鸡奖实至名归啊！小畜生，我宰了你！你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江爷，你有没有心？那可是你弟弟，你就忍心看着他去死？他死不死跟老子有关系吗？都松开！都松开！江爷，今儿这事儿不能通融是吧？你觉得呢？去通知下去，从今往后，但凡是来我凯撒酒店的客人，都以贵宾般的招待。但他俩不行，如果敢来，见一次打一次。听明白了吗？是，董事长。爱恨分明，条理清晰，这个年轻人不错。去查查他，要是还不错的话，我就送他一场造化。江天华，你儿子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劝你啊，还是要点脸吧。导演，你别走啊！你看吃饭这儿吃不成，咱换个地儿，我现在立刻安排啊！陶爷，这都临门一脚了，怎么说不谈就不谈了呢？啊，对。江天华，说实话，本来我对你的期望还是挺大的，但是今天一见才知道你的办事能力和人品都太差劲了，以后别联系了。不是，陶爷，陶爷。追呀，老公追呀！走。陶爷，老公，没了。老公，成为大夏顶级富豪的机会，就他妈这么没了！哎呦，老公。老公，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这可是儿子活命的机会啊！不行，你赶紧想想办法，你再想想办法呀！这怎么了？这点打击就受不了了？要不了多久，我会让你们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死在自己的面前。不能这么轻易的饶过你们呀！我一定要让你们一家人流落街头，沦为乞丐，无家可归。你说什么你啊？你狂妄你！江爷，你真的就这么恨你爸爸吗？你真的就非要把我的一切都搞砸你才高兴吗？不然呢？我知道你恨你弟弟，但今天这事儿不只是你弟弟呀！为了今天这个机会，我他妈低三下四，点头哈腰，给别人当了3个月的孙子，3个月！你他妈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？吃了多少苦？那我和我母亲这么多年，吃的是什么呀？你吃了3个月的苦，可这3个月，你依然住着豪宅，开着豪车，吃着山珍海味，无非就是给人点头哈腰，装孙子。怎么？这就叫吃苦了？这能和我跟我母亲这10几年来比吗？老子告诉你，什么叫做吃苦？这10几年，我跟我母亲过的日子，你有想过我们吗？小时候我上学的时候，家里没钱，我妈白天出去给人做保姆，晚上做针线活给我攒学费。开学了，家里没钱，我妈30多度的天去捡那些废品给我买书包。你吃的这些苦算什么呀？
江夜，你狂妄！他可是你爸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你？老天要是有眼，第一个劈死的就是你！我告诉你，你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，我会10倍100倍的偿还于你。滚！老公，没事吧你？啊！我没想到，这小子竟然成了他们心腹大患了。老公，你先别管那个狗东西了，这拿不到骨髓，这儿子怎么办呢？老公，曹爷也不肯帮咱们，现在咱们就只剩下掌握着医疗资源的柳家了。可柳家大小姐她……喂，啊，圆圆，什么？你回国了？对呀，舅妈，我刚到机场呢。哦，对了，你不用来接我，我约了我的好闺蜜紫渊。紫渊？哎，你说的是柳家大小姐柳紫渊？对呀，舅妈，我们俩是在网上认识的，可投缘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两个……哎呦，没想到你和柳家大小姐是闺蜜呀！哎呦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对呀，舅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突然之间，圆圆呐，这打小啊，舅妈就最疼你，你帮舅妈一个忙好不好啊？好，舅妈你说。他江夜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跟我表弟抢女人？舅妈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跟我闺蜜说。哎呦，好，那舅妈就拜托你了啊，圆圆。舅妈，你放心吧。老公，这下妥了。圆圆说呀，和柳小姐感情很深，她的话柳小姐就没有不听的。好，太好了！咱们家要是能搭上柳家这条线儿，儿子不光能得救，今天这点损失，根本就不算什么。没错，那个江夜呀，还以为能把咱们怎么着，却不知道咱们人脉广阔，哼，就凭他也想打垮咱们，呸！做梦！少爷，你说啥？杀了江夜，杀了他！少爷，你别激动，千万别激动，我这就去安排人，我马上杀了他啊！又要见到江夜哥哥了，今天去哪里约会好呢？子妍，圆圆，你回国了！哎呀，我这不是想你了吗？哎，你这身打扮，圆圆，你不知道，我居然再次遇到了江夜哥哥，我真的太幸运了。江夜，可是我听说他这个人很有问题。圆圆，你从哪听说的？可不能造江夜哥哥的谣。子妍，我觉得你现在有点恋爱脑了。再说了，你也说了，你跟江夜都10几年没见了，你怎么知道他还和以前一样啊？一样的。我们昨天去了江夜。你是说他现在住在价值8000万的别墅？是呀，圆圆，江夜哥哥白手起家，可太厉害了。白手起家，怕不是做局吧？圆圆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子渊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你想想，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再优秀，怎么可能在他这个年纪就拿下价值8000万的别墅呀？怕不是背后有人操纵，给你做局吧？圆圆，你再说江夜哥的坏话，我真的生气了。好了，我不说行了吧？那你总得带我见见他吧，我倒要看看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能耐，能让我们堂堂冰山女神都对他迷恋不已。谁迷恋不已了？别瞎说。唉，紫渊被蒙蔽得太深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戳破那小子的真面目，挽救紫渊于水火。恭喜宿主成功打击江天华一家，获得2次抽奖机会。江城这家伙给晕迷了，少了一个刷分的工具人啊！江城，
老子可祈祷你早日康复呀！恭喜宿主获得魔都紫园别墅外滩印象。外滩印象，这是价值10亿的顶级豪宅外滩印象。这是扎别墅墩儿了呀！这又来了个价值10亿的外滩印象，哈哈哈，住不过来呀！继续抽奖。恭喜宿主获得特殊道具完美身材卡，使用后身材将成为最完美的形态。完美身材？你是要把我打造成完美男神呐？这样的话，这不正彰显出了那对狗男女生的儿子是个垃圾了？使用。哎呀，这么臭啊，得去洗个澡啊。紫渊，这里就是你说的别墅。江夜哥哥把房卡都给了我一份，这下你信了吧？这地方倒是不错，可谁知道是不是他自己买的？说不定根本就是租的。圆圆，你怎么对江夜哥哥这么大偏见？不是我对他有偏见，是你自己大脑。哪有？江夜哥哥真的很优秀，等你见到他就知道了。他和其他男人不一样。能有什么不一样呀？我看你啊，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在我看来，这男人不就是呢？子源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位是江夜哥哥，对不起，我太心急找你约会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了，这是我闺蜜。帅哥你好，我叫李圆圆。啊，你好。帅哥，你身材好好啊！圆圆，你在干嘛呢？哎呀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帅哥你这腹肌太抓我了。哎，不是。我的意思是，那个，我先去换身衣服啊，等一下。圆圆，你不对劲。哎呀，那他那胸肌腹肌，谁看谁不迷糊。再说了，你不是也喜欢看？李圆圆。好了。太帅了，江夜哥哥太帅了。天哪，这世上居然还有这么帅的男生！别看了，出发吧。李小姐，你呢？我当然跟你们一起去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作为紫源的闺蜜，要好好考察你，贴身考察。方医生，听说我儿子醒了。妈。儿子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妈，我恨江夜，凭什么刘子源生我的，必须是我的？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儿子，妈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还记得你表姐李圆圆吗？她居然和柳小姐是闺蜜。你表姐说了，她愿意帮咱们。妈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表姐真愿意帮我？当然了，你表姐说了呀，和柳小姐关系好着呢，只要她帮你，这柳小姐一心软，一定来医院看你。好，妈，你把手机给我，我给表姐发个消息。那个李小姐，看你挺忙的，要不……没事没事，都是垃圾短信，我已经调静音了。圆圆，你到底还要看到什么时候？江夜，接下来我要作为紫渊的闺蜜问你几个问题，
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问吧。第一，你谈过几个女朋友啊？我没有谈过对象，不过现在正在谈。你这么帅，居然一直守身如玉，那岂不是说，如果我要是把你拿下，我就会是第一个？啊？第二个问题，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我和子渊都是国外顶级名校毕业，你要是普通学校毕业的，那我们以后可能会有代沟啊。不会的。我毕业于魔都大学。魔都大学，211学校啊，勉勉强强吧。江夜哥哥，你不是高考省状元吗？整个大夏的顶尖学府都应该任由你挑选呀，你怎么去了魔都大学？高考省状元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，这还能骗你不成？那个时候，我母亲生病了，而且家里没有什么钱，所以就留在了魔都，想着照顾母亲比较方便。江夜哥哥，没事儿，都过去了啊。这家伙长得帅也就算了，人品还这么好，不行，我太馋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，李小姐？暂时没有了，我们先吃饭吧，边吃边想。好。服务员，上菜。点这么丰盛一桌菜，你没压力吧？你们笑什么？江董来自己家酒店吃饭，要什么钱？你说什么？江夜哥哥，这家凯撒酒店是你的？这家酒店的市值已经快近100亿了呀！喂，婉瑜，怎么了？公司的事情呢，我不插手，让股东们自行决定吧。公司事务？什么公司事务啊？龙腾集团怎么了？龙腾集团？你是说估值100亿的那个龙腾集团？怎么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公司的事情我不插手。对不起，江总，打扰您了，是善芳私人医院那边的事务，王院长非让我请示您，是这样的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按他的意思办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事儿有点多，这样，我自罚一杯。不是，这是自罚一杯的事儿吗？连善芳私人医院都是你的，你到底有多少个100亿资产呀？圆圆，你还好吗？好个屁呀！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妖孽的男人？子渊，我妒忌你，妒忌的快发狂了。到了，下车吧。不对呀，这个不是我们之前经常看到的那栋别墅啊。那个别墅太小了，以后我就一直在这儿住了。这里？等等，这里是魔都紫园？魔都最好的别墅区魔都紫园。我听我爸说过，这一栋至少价值10个亿。多少？还好吧，就10个亿而已。不是，你这说的是人话吗？什么叫10个亿而已？能拿出10个亿购置房产，江夜哥哥，你的身价已经至少在500亿以上了。500亿？你年纪轻轻就身价500亿了？还好吧，比江天华怎么样？江天华在江夜哥哥这个年纪，连给你提鞋都不配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江天华有李家撑腰，而且最近公司市值暴涨，估计身价已经近1000亿了。1000亿身家，要不了多久，他1000亿身家在我眼里也算不了什么。长相、学识、身价、气质，这江城的纨绔到底哪样比得上江夜呀？这舅妈
还有脸让我撮合他们两个，怎么敢的呀？圆圆，你在干嘛呢？还不去洗澡？子渊，我真羡慕你，青梅竹马长得那么帅就算了，居然还是个年轻有为的企业家，你让我心里怎么平衡嘛？你还笑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，别闹了，快去洗澡啊！你们这些废物，还好意思问我要钱？我让你们帮我追刘子渊，你们害我丢了天颜。陈哥，那我们也没想到，那冰山女总裁她这么高冷啊！您看，这我们没有功劳，且有苦劳，不是？我呸！你给我闭嘴！滚！立刻给我滚！好，我们这就走。走。追女孩还耍硬仗，江城才是舅妈口中的纨绔子弟，烂泥扶不上墙。我他妈让你们！表姐，你是圆圆表姐吧？刘子渊呢？他跟你一块来了吗？他没有来，以后也不会来了。什么？表姐，你不是答应好我妈说要来撮合我和刘子渊的吗？怎么现在变成这个状况了？那是以前的想法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子渊有喜欢的人，他叫江烨。江烨年轻帅气，事业有成，成熟稳重，温文尔雅。他和子渊非常般配。总之，你以后不要再骚扰人家了，更不要来骚扰我。我害怕江烨误会。什么？刘子渊承认自己喜欢江烨了？他不是一直拿他当挡箭牌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舔狗吗？江城，你这是？我去给你找医生啊！站住！表姐，你刚刚说他们般配？般配个屁！那个江烨算个什么东西？他有什么能力配上刘子渊？你真的想知道？来，你说，我倒是想听听。那个狗东西他……江烨现在的身价至少500亿。你说什么？500亿？这怎么可能？江烨现在名下有龙腾集团这种潜力无限的大公司，有凯撒酒店这种顶级5星级酒店，有魔都第1的私人医院，甚至还花10几个亿买下了魔都紫园。你说他身价有没有500亿？你说他配不上刘子渊，难道你就配得上了？听我的，别再抱有幻想了。刘子渊跟江烨天造地设，轮得到你来反对？他妈的就是个势利眼儿！什么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看见人家现在江烨有点成绩，就恨不得跪上去舔。是我现在虽然没多少成绩，但莫欺少年穷。过段时间，我要让你们所有人看清楚，我江城不是一个纨绔子弟，我有自己的实力。到时候，我会用我的成绩打你们所有人的脸。你疯了吧你！滚！我不想看到你，给我滚！江城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找方医生。江少爷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，现在必须打进口的特效药才行。那就打呀！那是新药，成本昂贵，一支就要1000万。就少爷的情况，每天保底至少要打5支呀。那岂不是一天就要烧掉5000万？是呀，而且绝对不能中途停药，否则病情恶化的话，很可能当场死亡，甚至是生不如死。我现在就联系。不可以。你都好久没来看小城了，这公司在忙。我现在焦头烂额的，哪有功夫管他？你以为他是江烨，值得我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啊？你说什么？怎么？我说错了吗？他从小在最好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，倒还不如个白手起家的江烨来的程度高。我现在真巴不得换个儿子。爸已经那么瞧不起我了，再让他为我烧钱，我就真的要被他给放弃了。李媛媛，你给我记住，这件事儿绝不能告诉我爸妈。1000万是吧？我打，我自己挣钱来打。我要让你们看清楚，我江城不是纨绔子弟，
我分分钟就可以超越江夜。江城，你哪有这能力啊？我没有吗？你给我等着。喂，是我。之前你跟我说到比特币生意，我答应投资了。江家人是疯了吗？给我送这么多次抽奖的机会，10连抽。系统，抽奖。不错呀。温馨提醒：蔚蓝魔都1个月的投资走势图已更新。比特币未来3天会彻底崩盘。我看小说里别的男主都是疯狂囤比特币，我倒好，有了系统之后到现在都没碰过。不过也对，开局送100亿，玩毛的比特币呀！不过我可以靠这件事情把某位坑一下。喂，江夜哥哥，怎么啦？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玩比特币吗？有啊，我投了4000万，现在一共190枚。怎么啦？是这样的，子源，尽快将手中所有的比特币全部出售。放出去？我记得最近涨势好像很不错呀。相信我，因为在未来的几天内，比特币会暴跌，现在出手还来得及，不然到时候将血本无归。这好，我听江夜哥哥的。哦，对了，你还得帮我一个忙，将这个消息散布出去，最好要让江城知道，而且一定要让江城知道，我如今的身家都是靠比特币赚来的。小事儿，我马上吩咐下去。哎，对了，江夜哥哥，我听说城内有一家咖啡不错，你陪我去好不好？好啊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一会儿见。好，一会儿见。打打杀杀不如泡校花。涨了，涨了，又涨了！照这个涨幅，我赚几个亿简直是轻而易举。我用得起药了，我有救了，我终于有救了！只可惜，我现在的本金太少了，只有5000万。要不然，光靠这一波，我足以可以建造一个100亿帝国。要不然，能用公款。不行，可是爸那边……喂，家长，我找到江夜暴富的原因了，是比特币。对，比特币。我就知道，我他妈就知道，他江夜一个孤儿野种，凭什么能发大财？原来如此，不就是虚拟货币吗？他可以，我也一定可以。儿子，到底什么事这么急，非让妈过来一趟？妈，你知道他江夜是怎么暴富的吗？什么？难怪江夜一个穷小子，一跃成为100亿富翁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妈，他能行，咱们也能行。况且咱们的资金比他多得多。哪儿有什么资金呢？这阵子怎么没有了？那公司账面上不是还有10几个亿的现金的吗？你要挪用公款？哎呀，妈，你就放心吧，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况且时间跨度绝对不会超过半个月。等到时候咱们赚到钱，再把钱给放回去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还能赚他几百个亿。可是，妈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方医生说我需要吃特效药。什么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跟妈说呀？我只是不想让你跟爸觉得我是个累赘，我能自己赚到钱的，妈。方医生说了，还有最后3个疗程，如果现在放弃的话，我会死的，甚至我会生不如死的，妈。妈，我还不想死，
你就全当帮我这一次好吗？再说了，你就忍心看着你儿子到死都不如江夜那个野种吗？好，妈答应你。这么长时间了，子源怎么还没来？这些假名媛是拿我的车当素材了呀！江夜哥哥，我堵车了，你来接我吧。好，我现在过来。劳斯莱斯，好帅呀，这车！你好，小姐姐，照片拍的怎么样了？帅哥，怎么了？你也想拍吗？那你可得等会儿啊，我们姐妹马上就要拍好了。帅哥，你是这辆劳斯莱斯的车主？你是这辆劳斯莱斯的车主？帅哥，不，小哥哥，对不起，我给你赔罪。你们围着我男朋友有事儿吗？江夜哥哥，我们进去吧。这个女人气场也太强大了吧，都快吓死我了。果然，这么优秀的帅哥身边肯定不缺女人。其实刚才那几个女生，我真不认识，真的。我当然知道了，不过他们居然敢当着我的面觊觎我男朋友，我怎么可能忍得了呀？这么漂亮的小姐姐，居然是他女朋友！禽兽啊，太羡慕了。太苦了，还是喝不惯。要不要吃颗糖解解苦味？不用了，你吃吧。先别急着拒绝，这可不是普通的糖，这是进口的糖。进口的糖，好吧，那我倒要试试。进口的糖是这么进口的？现在还觉得咖啡苦吗？苦，太苦了。所以啊，像这种糖务必每天得10口，不，100克。江夜哥哥，这可是我的初吻，你要珍惜哦。好，这辈子我会好好回味的。子源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圆圆，你这是？子源，你是不是把比特币都卖了？怎么了？你糊涂啊你！比特币现在大涨，你不知道啊？我听说我舅妈把公司账上10几个亿全都梭哈了。还有这种好事儿，还真是可喜可贺呀。江夜，是不是你忽悠子源的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让子源亏了多少钱呀？别急，很快你会感谢我带子源躲过一劫。莫名其妙，比特币现在这样哪还有？等等，你的意思是比特币要大跌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信不信由你了。这算算时间也应该差不多了。告诉我，你表弟在哪家医院哪个病房？我正好过去看出好戏。涨，一直在涨，儿子果然被你说中了呀！快，都卖了它，卖了就有钱买药了。妈，别急，都这样了，光赚个买药的钱怎么能够呢？这次咱们要赚大钱。儿子呀，你真是越来越有本事了，以后肯定比你爸有出息。比老爸有出息算什么？以后我的身价一定能够超越李家。
这样以后咱们回去，他们都得巴结咱们母子。好儿子，老公啊，你赶快来医院一趟。哎呦，别开会了，有天大的喜事啊！对对对，来了就知道了，大惊喜啊！啊！哎呦，长了，长了！老公啊，这么快！江夜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看你们绝望的样子，毕竟你们的末日要来了。末日，江夜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你知道我儿子干了什么吗？我儿子呀，你儿子偷了天华集团13亿的流动资金，全部梭哈了比特币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哟，别怕啊，放心，我是不会给你爹说的。毕竟，这13亿的现金就要没了。江夜，你说什么？13个亿都没了？不行了，妈，我实在是装不下去了。江夜，你是不是觉得你会魔法呀？啊，还13亿一拍，就没了。看来你们呀，还沉浸在这比特币能给你们带来无尽财富的大梦里呀。他妈才做梦！我告诉你，这虚拟货币水涨船高，老子1个小时就能赚了500万美金。怎么着，江夜？你该不会是嫉妒我？嫉妒我马上就成为亿万富翁，或者害怕我把你比下去吧？江夜，你不就是看我儿子马上要崛起了，想来低头认错，以后好分家产？我告诉你，你做梦！这整个江家呀，都是我儿子的，你一个野种，没资格染指江家。野种，我母亲才是他江天华的原配，而你李烨不过是一个上位的小三。要说是野种，这病秧子才是野种吧？哼，我懒得和你逞口舌之力，反正我儿子已经赚翻了，我心情好。今天呀，我就……等等，这走势图怎么回事？儿子，这怎么开始跌了？啊？嘿，你什么眼神？这虚拟币有涨有跌很正常，也只有你这种土包子才会。腰斩？怎么可能？腰斩？怎么可能？别慌，股市波动，这系统也没出错呀，不可能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这赔了多少啊？这13亿可是公司的命根子，资金链断了，这可不是动着玩的。妈，我这就卖出去，这就卖出去啊！你快呀！怎么会这样？没道理的呀！你说什么呢？啊，这卖出去了吗？没有，1枚都没卖出去。什么？快，继续把货币调低，全卖出去，能回多少就回多少。行，我试试啊！快！不行啊，还是没人买。等等，这币价怎么还在下跌呀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老婆，哟，看样子这场好戏的重要客人要来了呀！哎呀，什么天大的惊喜呀！哎呀，什么天大的惊喜呀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没事儿，就是来看你们一家绝望的样子。莫名其妙。哎，问你话呢？你刚才说那个，老公，咱们回家再说好不好？喂，吴秘书，查一下公司的流动资金。老公，这个。江总，我们账面的流动资金空了。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们
能敢挪用公款？爸，我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钱呢？把钱给我拿回来！钱拿不出来。你说什么？老公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别吓我呀！李艳，你们母子俩干的好事儿！母子俩干的好事儿！老公，我这也是为了救我儿子。闭嘴！这就是你说给我的惊喜？惊喜？我敬你妈！爸，还有你！好戏呀！当场是你，肯定是你做局搞我，对不对？江大少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少他妈装蒜！一定是你放出去假消息，害我！闭嘴！爸，你听我说，真的是他害我让你闭嘴！小叶，能不能跟你商量点事儿？老公，你这是……江天华，你是一点脸都不要，儿子都快死了，还能想到来问我借钱，帮你渡过难关啊？不是，你说你，我贱不贱呀？小畜生，竟然敢这么羞辱我，我忍了。是，小叶，我的情况刚才你也都看到了，这现在只有你能帮我呀。6个亿，就6个亿，只要让我周转一阵子，我还你7个亿，怎么样？没错，江爷，所谓血浓于水，现在你爸爸有困难，你做儿子的借点钱，这个条件不过分吧？啊？对呀，江爷啊，不，哥，你就借我们点钱吧，我真不想死，我需要特效药啊。这样，你借钱给你爸，之前所有的事情我愿意一笔勾销，甚至你还可以来我家生活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对，只要你肯借钱给我，之前的事儿咱们就算是翻篇了，咱们还继续做父子，做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一笔勾销？你伤害我和我妈这么多年，轻轻一句一笔勾销，这事儿就过了？做梦！还有你们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跟我谈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你们还要点脸吗？你觉得你们配吗？你就把我当成没脸，当成没脸没皮，这总行了吧？好啊，你们一家人从这儿给我跳下去，老子给你们烧几10个亿、几100个亿，怎么样？江爷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可是你，就算你不在乎我，那你也是爸亲生的呀，这点恩情怎么着你也得还吧？哎，对，这恩情你得还，借钱救我儿子，救我全家。恩情？我妈10月怀胎生我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她在外面沾花惹草。哎，你对我有屁的恩情！老子告诉你们，这钱想借呀，没门儿！我会好好看着你们，病急缠身，家业破产，锒铛入狱。我会让你们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小叶，就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看你这话说的，放心，你这病秧的儿子，他背锅，你无非呢就是破产吗？
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你饿死的。我家里这每天的剩菜剩饭喂狗呢，以后啊也给你留一口啊。我杀了你！老公，你……他说的没错，我这个父亲当的太失败了。那么优秀出色的儿子，我放着不管不问，却把一个纨绔废物当成手心里的宝贝。我他妈就是个有眼无珠的废物！废物！老公，没事吧你？你别吓我啊！要，我要要！儿子，儿子，给小程买药，给小程买药！我买你妈！让他去死吧！子源，我觉得你要重新审视一下你和江夜的关系了。虽然他又帅又有才，可是做事也太莫名其妙了。圆圆，你不会是想拆散我和江夜，然后你趁虚而入吧？才没有呢，他不过就是有8块腹肌、惊世容颜而已，我才没有馋他的身子呢。静，刘总，你神了，你简直是神了！刘总，刚刚得到的消息，虚拟币全面崩盘了。什么？刘总，您昨天让我在最高点套现，我还疑惑不解，没想到我真是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了。怎么可能啊？江夜是对的，他居然有这样的商业头脑。不愧是我的男人，就是厉害。不行，不能对不起子渊。可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我快忍不住了呀！哇，不错，又爆了不少金币。地产投资预测走势图。哎，青年路，未来3年投资回报率10000%。喂，子源。喂，江夜哥哥，谢谢你帮我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。没事儿，都是小事儿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子源，那个青年路，你知道吗？青年路，那不是江天华手里的地皮吗？听说他现在资金链断了，要把这块地皮拿出来拍卖呢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别打了吧！别打了！别打了吧！没事吧？老公，你干什么呀？我把驾照都卖了，这砸锅卖铁才给儿子打了几针特效药。医生说顶天撑1-2个月，你还这么打他你？我打他？我打死他就对了！简直就是个废物！你说你他妈好好当个废物有什么不好的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你还跟着别人学投资，你他妈投个嘚儿啊！你投！我他妈今天要是不打死你，我他妈跟你笑！哎呀，打死他！够了！大不了我豁出去跟老爷子求求情，派个杀手把那江夜杀了，抽了他的骨髓。对吗？杀了他，一定要杀了他！有把握吗？你忘了，老爷子早年是混黑道的，手底下养了一批人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你他妈也是我亲儿子呀！江天华，你也太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吧！你儿子，你叫他一声，他认你吗？老子告诉你们，这钱想借呀，
没门儿。我会好好看着你们病急缠身，家业不展，锒铛入狱。我会让你们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没事啊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老姜啊，你这块地皮不太好卖啊。不是，怎么意思？你看，青年路这块是老城区，都是弄堂，交通不便，困难重重啊。不是，据说上面要在青年路那块就是新增设一条公交路线呢。据说而已，都过去了这么久，上面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。哎呀，老沈，我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公司现在资金链已经断了，今天必须卖出这块地，要不然我公司的正常运营都要维持不下去了。看在我们几十年的交情，这次我帮你，不过你的起拍价要改成2个亿，否则会冷场。行，那我这就去准备。老公，怎么样啊？2亿起拍，但愿不会冷场吧。哎，你那边呢？我求了老爷子很久，你知道，他老人家毕竟这么多年没干过这种事儿了，需要一点时间准备。哎呀妈，到底还要等多久啊？我现在就要那小猪想的啊！哎呀，儿子，别急，3天，最多3天，他死定了。你说谁死定了？江一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话说的，当然是来参加拍卖会了呀。说不定今晚啊，有好东西呢。那小畜生没听见刚才的话吗？应该是没听到，要不然他不会是这个反应。行了，先别管他了，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卖出地皮，回笼资金。走。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拍卖会。第一件拍品，5克拉的钻石，起拍价80万。80万，90万，100万，130万，130万，成交。下一件拍品，青年路2604号地皮，起拍价2个亿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0万。这是什么垃圾地皮？还有2个亿？真敢要啊！老公，怎么没人出价？各位，最近传闻上面规划一条新的线路，把青年路和魔都路最繁华的地段连接起来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青年路这块地皮，别说2个亿，就是20个亿、40个亿都值。可是这只是传闻啊！就是这样的传闻多了去了。2亿500万，2亿500万。江一，怎么会是他出价？就价500万，也太寒碜了！闭嘴吧！
2亿500万，还有比这个加价更高的吗？2亿500万，一次。老公，要不让小程故意叫价？你们当江烨是傻吗？还是当全场人都是傻子呀？行了，2亿500万，2次。2亿500万，3次。成交。恭喜66号客人拍下青年路2604号地皮。江烨，你不会以为自己是投资天才吧？花2个多亿买下青年路，我看你走了血本无归。哼，就是，那块地皮就是个鸡肋，小心烂在你手里。怎么，担心我？你们还是好好想想，手里还有能卖的东西吗？这2亿可补不了你们手里的窟窿啊！儿子，儿子，江烨哥哥，事情办完了，我送你回家呀。好啊。所以说，江烨哥哥，你买了青年路那块地皮，可据我所知，在整个魔都，所有人都觉得那是块鸡肋啊。青年路这块地皮呢，周边的人流量较大，而且呢，地理很有优势，无非就是交通不是很便。如果上面能辟一条高铁，或者是交通，那块地皮价格会成倍的疯涨。可不是说那都是传闻吗？那你要不要跟我打个赌呢？如果上面把文件批下来了，你就……哎呀，江哥哥，你坏死了！其实这块地挣不挣钱，我根本不在乎。哦，那江烨哥哥，你在意的是什么？我在意的是江天华，当他得知自己亲手将一块价值100亿的地皮贱卖了之后，他们一家人的那一副嘴脸、懊悔的表情，到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？没事吧？江烨哥哥，你手往哪放呢？不好意思啊。江烨哥哥，大吗？大。张总，我是赵文轩，是天盛地产的总经理，想跟您谈个项目。赵文轩，天盛集团好像是有这个人。行，那我下去跟他聊一下，你在上乖乖的等我。说吧，什么项目？江总，这是我们天盛地产新涉猎的项目，响应上面号召，是新能源行业啊。我会出资1个亿，剩下的您补齐就行。好，我考虑考虑。江总，江烨哥哥，我看他的项目挺有前途的，你为什么不投资啊？他这个人就是个骗子，资深的骗子。是吗？是吗？可这个人我确实知道。傻丫头，我可是抽出过神级洞察天赋的人，任何蛛丝马迹都别想逃过我的眼睛。不如这样，我们打一个赌，如果我输了，就跟小时候一样，来当马骑。查就查。喂，帮我查个人。赵文轩，江烨哥哥，
你就等着给我当马骑吧。好啊，不过要是你输了，你也要给我的。江夜哥哥，你想的是这个，你好坏呀！妈呀，这男人把我们大小姐调成啥样了呀？喂，查到了吗？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如何？江夜哥哥，你简直神了！那个赵文轩果然有问题，他挪用公款3个亿赌博，输光后还怕被抓，现在到处找人投资呢。这件事很隐蔽，如果不是我们柳家底蕴深厚，根本不可能查到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可能随时会卷钱跑路。是这样的，江夜哥哥，你这副表情是又要赢人了。婉瑜啊，想办法接触一下这个赵文轩，告诉他，江天华急于翻身，目前是最好忽悠的对象。是，江总。江总，这个项目响应上面号召，回报率100%，现在下场，整个市场都是我们的。江总，这可是个大肥肉啊！要不是看中你的能力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合作的。这主要是我最近遇到点麻烦，我公司这个资金链……哎呀，江总，您说笑了，谁不知道你刚刚拍出一块地皮，收拢了2个亿资金，再找你老丈人借一借，怎么着也能凑够啊？借李家的钱？啊，不行，这一旦要是还不上，这后果太严重了。哎呀，江总，您呀就是顾虑太多。这样吧，这个项目不让你一个人出资，我个人出资1个亿，怎么样？你对这个项目这么有信心？那当然了。行，这项目我投了。爽快，那就来签合同吧。确定真的能赚钱？哎呀，嫂子，您放心，赚不了钱，你把我头割下来当球踢。好，我现在呀就跟我家老爷子打电话借钱。钱已经打过去了。江总，嫂子，你们就等着当万亿富翁吧，合作愉快。老公，这个项目要是能做起来，那咱们天华集团以后就是大夏新能源的领军企业了，这可是一步登天呐！这次咱们多召集一些投资人聚会，把声势搞大。我要让整个魔都都知道，我江天华还没倒。江夜，我要你死！对了，还有晨晨那个狗东西，居然给我传假消息，你也得死！喂，光头吗？去给我找人，弄死晨晨那个狗日的！江少，江少，哟，这不是晨晨吗？江少，江城他要杀我，你救救我呀！啊，是吗？江少，是真的呀！只要你能救我，我愿意将功赎罪。告诉你，江家要派杀手来杀我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儿子，别急，3天，最多3天，他死定了。你说谁死定了？说点我不知道。难道你就不怕吗？买凶杀人，我为什么要怕他们？我完全可以报警，把他们全部抓进监狱呀。
难道这就是你的目的？你想把江家跟李家一网打尽？行了，少说点废话吧。想让我救你简单，到时候需要你出庭作证。你确定你有把握把江家跟李家统统铲除吗？不然呢？好，他妈的江辰，我早就忍不了他了。我答应你。喂，王院长，我这儿有个病人需要你们招待一下。行了，去单方私人医院好好养伤，到时候有需要了我会叫你。单方私人医院是你的，难怪江家会被你逼到这种地步，我服了，我都听你的。没什么事儿，下去吧。江家，你们的末日要来了！你说什么？陈真逃跑了？你们干什么吃的？成哥，我们也没想到他那么能跑啊！废物，真是一群废物！你们知不知道，那个家伙要是逃跑了，我会被传唤调查的，集团的股价也会雪崩的。成哥，你别急，我们砍了那小子一刀，他伤得很重，未必能活得下来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继续搜查，找到他，要让他永远张不了口。是。没事的，一定会没事的。燕儿，听说你最近有找了个好项目，带带姐姐。当然好啊，姐，你想投资，我可以让一股给你。你家天华是真有本事，这局面都能东山再起。我看你们家迟早超越柳家，做魔都龙头。哎呦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大家一起发财了。对对对。哎，对了，天华，听说你把青年路的地皮卖了是吧？我跟你说，卖得好啊。怎么说？我们家老太爷说的，他早就预测了。近10年，青年路那块地皮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动作，谁拿到了那块地皮都得亏。小爷，你说的这是真的吗？那还能有假？我听说那块地皮是那个小野种买去了吧？真是傻的可以，亏死他！我就说嘛，一个蠢货，没妈的野种也想学人投资，我呸！他算个什么东西呀？等到青年路的地皮烂在手上，我看他上哪儿哭去？青年路地皮确实垃圾，老姜，你能卖出去已经算运气好的了。说到底还是江总自己聪明，甩了包袱还坑了对头，这手段我佩服。哎，老姜，要不咱把江爷叫来，让他听听行业专业投资人的意见，给他长长见识。我现在就打电话。不用打，我们来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当然是看你们的笑话了。江爷，你还真敢来呀！来看我们江家的笑话，知不知道你已经最大的笑话了？柳小姐，这小子已经投资失败，相信很快就会破产了。你赶紧离开他，千万别拖累你。江夜哥哥的商业头脑，其实你们能够想象的。哎呦，柳小姐，你被他蒙蔽的太深了。他算什么商业人才呀？啊，我一块甩的都嫌慢的破地皮，他竟然像捡到宝贝似的，天大的笑话！笑吧，希望一会儿你们还都笑得出来。江爷，你不用装腔作势，这次呀，你就是丢人现眼。哎，再狡辩，你也……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，老沈？上面规划2条新路线，地铁新路线，就在青年路附近。现在青年路地皮涨疯了。你说什么？是真的，
青年路还是主要道路，有金融专家估算，青年路有可能会涨到100亿。这都是真的。这青年路价值100亿的地皮，我他妈竟然2个亿就卖了！他妈是在封场的前2天给卖的！我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你的运气怎么可能会这么好？这也太戏剧性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老子卖地，儿子赚盘，太讽刺了。我服了，这个江夜的眼光真没得说。江天华糊涂啊！某些人之前不是说江夜哥哥是天大的笑话吗？现在呢，谁才是笑话？丢人，丢人到家了！江夜哥哥，你真厉害。还好吧，不过赌约你可别忘了。人家知道了，人家今天晚上回去就给你做全身按摩，再喂你吃进口糖。乖，你们，江夜，你不会以为你真的赢了吧？江总，那还有什么招，尽管使出来吧。各位，请静一静，我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江天华已经正式投资天盛地产的新能源大项目了。江夜，想必你不会不知道这个市值已经破10000亿的国际化新能源大公司吧？跟这个项目比起来，青年路那个小小的地皮开发项目，那他妈就是小打小闹。就是，江野，你就是走了狗屎运，真投资啊，还得看我老公。 10000亿级别的商业帝国，江夜，你打什么比呀？哎呦，还是妹夫有本事。什么是火眼金睛？这才是投资界的火眼金睛。小野种，你算个屁！你们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江总，我那是由衷感谢你谈到了这么牛逼的项目。小畜生，别以为你这会儿贴过来，我们就会分一杯羹给你。我告诉你，你想都别想，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江家崛起。江夜，你要是明白局势了，就赶紧把骨髓捐出来。要知道，老子很快就会成为10000亿集团的大少爷了。你能给老子捐骨髓，那是你毕生的荣幸。说得好。 江夜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今天就把骨髓捐给我外甥，听到没有？这事到如今，你们都快要破产了，还有空想这些事情？你胡扯什么？不信啊，你可以打个电话问问呀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老公，给文轩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，扇肿这个小畜生的脸。 好，既然你想丢人，今天我就成全你。妹夫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哈，估计文轩这会儿在忙啊，没事儿，我给他们公司的贾董打电话。 喂，谁呀？有事快说。贾董，我江天华，你们公司的那个总经理赵文轩在吗？我找他呀。别给老子提赵文轩，等老子找到他，一定弄死他。不是，贾董，这几个意思？这小子挪用公款，把我的钱全部卷跑了。哟，江总，看你这表情，说明这一切。 都完了呀！各位，请冷静一下，我刚才只是太激动了。贾董刚才在电话里给我带来了一个天大的惊喜啊！上面
上面要大力扶持新能源行业呀！江天华，不愧是你呀！事到如今了，还在这骗大家呢？啊！你少他妈胡说八道！我老公就是太惊喜了。各位，现在形势大好啊，大家还不赶紧一起赚钱，一起投资啊！啊！诸位，这么拙劣的谎话，不会到现在你们还真的相信了吧？小叶，他妈捣什么乱？你这就活活逼死你爸！你也配当我爸？你记得住我和我母亲的生日是哪天哪月吗？你当然不会记得，你根本不在乎妻儿的生日了，对吗？小叶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爸给你。诸位，赵文轩骗了江天华4个亿，现在已经跑到国外了，你们难道还要傻乎乎的给他送钱吗？你这个野种，你别胡说！哼，我胡说？各位，你们可以拿手机查一查，事到如今这么科技发达，是真是假，一查便知。别查！别查！是真的，赵文轩真的跑了。好啊，江天华，你居然这么不要脸！就是啊，自己的钱被骗了，还想骗我们的钱，亏我们拿你当兄弟。怪不得江晨这么蠢，原来是有一个这么蠢的老子。江天华，你怎么敢？他们也就算了，你怎么连我们家的钱也想骗？是你让赵文轩来找我们的，是不是？这怎么可能？他心思怎么这么深？什么都在他的算计之中吗？江叶，你真的就这么恨我吗？你说呢？当年我妈抱着生病的我去你的豪宅求你救我一命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做的？你他妈让那保安把我母子俩赶出去，你问我恨你吗？你说呢？好，江天华，当初你无情抛弃我和我母亲的时候，你就要想过有今天。行，江叶，就算这一局你赢了，那他妈又能怎么样？老子大不了申请破产，老子终有一天还能东山再起。东山再起？开玩笑。小畜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不干什么，问你儿子吧。你们干什么？妈，救我！你们这是……你们放开我儿子，他还有着病呢！你儿子绑架勒索、敲诈杀人，证据确凿。不可能！你这个恶毒的东西，该死的野种！我杀了你！江叶哥哥，小心！好啊，现场行凶。同志，这你们可看到了，这一下，你们一家人就都在牢里好好待着吧。你是人是鬼？是人是鬼啊！哦，对了，我呢严重怀疑这位女士和黑道李家有染，还希望你们能严查呀。李儿，江天华，你们这帮狗东西害死我们李家了！小叶，爸爸不能做，爸爸不能做了，你饶了我，我求你了，小叶。我也知道错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！小叶，啊不，哥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给你作对了，哥。饶了你们，做梦！带下去吧。哥，哥，
江夜哥哥，恭喜你得偿所愿呀！得偿所愿，我看未必啊。是吗？我们回家再说。讨厌。